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晴晴，歡迎你哋嚟到我嘅 channel。今集會帶大家去澳門倫敦人玩，會為大家介紹一間高質嘅粵菜餐廳、烘焙店，同埋最新嘅鋪頭，以及一啲打卡位。澳門倫敦人酒店以倫敦為主題，仲重現咗倫敦多個標誌性嘅建築，例如大笨鐘同埋國會大廈。澳門倫敦人酒店係金沙中國旗下嘅大型綜合度假村。度假村入邊有多間酒店，其中有啲房間更加係由英國球星碧咸設計嘅。商場入邊仲有多間鋪頭、餐廳同埋大型嘅賭場。嚟到酒店呢個紅色巴士附近，就有一間金月軒海鮮酒家。呢間酒樓裝修得好靚，餐具都好精美，仲會有多款嘅前菜俾大家試下。金月軒主要提供好多精緻嘅傳統港式點心、粵菜、海鮮等等。今次都叫咗好多款點心試下。主食就叫咗蘿蔔魚鬆炆米粉。倫敦人酒店嘅前庭花園最近更加有超多隻 NBA 主題嘅 G Bear 熊仔俾大家打卡，門口仲有2隻巨型熊仔可以俾大家影相㗎。G Bear 熊仔每一個嘅造型都好唔同，大家一定要把握時間，快啲嚟打卡啊！現場影真係好震撼㗎。倫敦人名匯1樓更加有間 G Bear Cafe， 呢度就有一個沖緊咖啡嘅熊仔俾大家打卡，更加有 NBA 聯名期間限定嘅主題美食。喺名匯酒店大堂更加有國王造型嘅 G Bear 俾大家打卡，真係好有英倫風啊！倫敦人1樓更加有間丘吉爾嘅精品店，呢度有琳琅滿目嘅麵包、甜品、朱古力、蛋糕，仲有啲包裝得好精緻嘅禮盒，可以俾大家送俾朋友或者屋企人㗎。酒店商場嘅2樓更加有間 NBA 澳門旗艦店，呢間鋪頭係香港同埋澳門首間 NBA 嘅官方授權店，面積超過900平方米。喺呢度都可以打卡到一個 G Bear 熊仔，仲有盲盒可以買添。另外呢度更加有 NBA 嘅官方紀念品，現場更加有個訂製工房，可以俾大家 DIY 自己嘅球衣同埋服飾。倫敦人仲有間好大嘅 Pop Mart， 門口已經有個辣布布迎接大家，入邊仲有好多巨型嘅 Molly 可以俾大家打卡。鋪頭仲展示咗多款嘅辣布布嘅掛件同埋公仔，中意 Pop Mart 嘅朋友就快啲嚟睇下有冇啱款啦！今集嘅分享就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